近年內，越來越多香港人選擇北上深圳辦理港澳居民居住證，甚至唔少家庭全家申請。點解會出現呢種現象？今日我哋就來深度解釋背後嘅5大核心原因。原因一：大灣區政策紅利，居住證等於過關升級版，持有居住證可享受高鐵、飛機自助過關，唔使排長龍。深圳社保加公積金，將來可享養老、醫療福利。深圳車牌搖號資格比香港車牌平太多，部分景點、交通優惠，例如深圳地鐵折扣。結論：居住證等於大灣區 VIP 卡，政策推動香港人北上。原因二：創業就業機會多。深圳成新掘金地，香港人在深圳嘅發展優勢，開公司更方便。深圳創業補貼多，成本比香港低，就業機會多，金融、科技、電商等行業高薪職位增加。稅務優惠，大灣區個稅補貼，實際稅率可能低過香港。原因三：子女教育優勢，深圳讀書更容易。香港家長最關心嘅問題，深圳公立學校部分可收港澳籍學生，學費遠低過香港國際學校。參加內地高考 DSE 成績可申請內地大學，清華、北大等名校錄取分數更低。雙語教育環境，深圳唔少學校提供粵語加普通話教學。結論：為咗仔女教育，好多香港家庭選擇深港雙城生活。數據支持，深圳新增港澳居民測企業超過1.2萬間，同比增長40%。騰訊、大疆等大公司請咗好多香港人，人工夠競爭力。政策支持，港澳居民同等待遇政策，居住證令香港人幾乎等同深圳戶籍，跨境理財通等金融便利，資金流動更自由。結論：深港一體化係大勢所趨，早辦居住證早着數。總結：點解香港人搶住辦深圳居住證？一、生活成本低，深圳更宜居；二、政策紅利多，居住證等於大灣區通行證；三、子女教育優勢，深圳讀書更滑雪；四、就業創業機會多，深圳成新掘金地；五、深港融合加速，未來趨勢已定。建議：如果你經常往返深港，居住證可以令生活更方便。如果你考慮在深圳發展，越早辦越有利。互動：你有深圳居住證嗎？你覺得最大嘅好處係咩？留言區傾下。